為配合天榮站上蓋物業發展，1至5號月台已於2017年暫停服務，並由6號同7號月台取代。至今物業已經順利入伙，天榮站亦重回原本位置，7號月台亦完成使命。1、3、4號月台已經率先使用，其中4號月台供705、751同751P 往天日方向使用，其餘月台會喺7月陸續啟用。改道之後，整體嘅車程比以前多咗大概1分鐘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Rail Tutor。